农田水利署甲科技公司来合作，要伫个森林土库的溪边里来兴建准导型太阳能的供电系统。也毋过在地人惊电磁波会伤害身体时，反对抗议。 田中乡亲强烈反对，因为农田水利署甲科技公司合作，要伫嘉南大圳土库镇溪边里要起准导型这个太阳能供电系统。在地乡亲认为讲，除了影响景观，电磁波嘛伤到身体健康。在溪口一件最近都一日正10公斤，伊的低调。 甲电筒，甲着带电的电筒爆炸，规条拢炸死了，大家惊。其中，印尼高中段已经完工，即马正在争取溪边里有1公里长的建设工作。首相表示讲，有共识，才会个施工。太阳能的回馈1%之后，给社区的那个活动中心之外，我们还有把工作机会回去给社区。有人反对，有人赞成，首相希望讲有双赢的结果。 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